各位老假期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如果大家平時有留意本地新聞，應該成日都會見到一啲關於舊區突擊大搜查嘅消息。通常標題就會話某某地區展開大行動，拘捕咗幾多人，年紀大概幾多。但係好多兄弟都會好奇，點解呢類街頭搜查好似數極都數唔完，成日都會出現嘅。最新就見到一單新鮮熱辣嘅新聞，睇翻張網上截圖，元朗警區聯同相關部門剛剛喺區內展開咗一個代號叫火石嘅大規模突擊行動。喺呢次行動入面，人員一共拘捕咗24名持雙程證嘅內地女子，年齡由16歲到44歲都有，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而新聞最搞笑，亦都引來全網無端端關注嘅一個亮點，就係其中一名被捕嘅女子身上竟然着住阿根廷球星美斯嘅10號波衫。網民紛紛笑言，呢位球王今次真係無辜中槍，連喺香港走位都被人一網打盡。其實呢類突擊行動喺香港好多舊區或者商業娛樂區真係隨時都會發生。對於各位純情嘅單身男士嚟講，有時你可能純粹係收工路過，去附近揾食，或者去買杯珍珠奶茶。但如果唔好彩撞正，執法部門大舉收網，輕則條街被封鎖，行唔到；重則分分鐘被人誤會你係準備上去幫襯，甚至變埋現場觀眾被留低問話，真係水洗都唔清。今日老小編就借呢個最新話題，特登幫大家全方位盤點香港7個最著名、最常有突擊行動嘅男士行街注意區域，由新界嘅元朗、荃灣到九龍嘅佐敦、廟街、觀塘、旺角、尖沙咀，以至港島區嘅灣仔，到底呢7個地區有咩特別？男士們帶住女朋友或者一家大細行經呢度嘅時候，又有咩需要特別注意？好啦，我哋一個個地區同大家拆解，等各位男士行街或者同屋企人路過嘅時候，可以醒醒定定。正式開始之前，先嚟個廣告時間。睇緊呢條片嘅大家，可能揾緊北上玩樂資訊攻略，成日去玩或者經常出征嘅你，有冇試過狀態唔好，好易放煙花，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唔想有尷尬情況，或者想提升表現，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我做過資料搜集，呢一款喺萬寧大賣6月嘅時候被搶，缺貨1個禮拜，同時又喺 HKTV Mall 上面男士保健品分類銷量排第一，有幾百個真人5星好評。我自己都小編真人實試過，只係食咗一盒，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瞓覺好好，好有活力慾望，做起事上嚟都特別有耐力，食夠3個月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表現發揮都好啲。建議第一次先買1盒，如果覺得效果好就買3盒1個療程。記得留意萬寧定期有88折，用埋着數就更抵。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萬寧有售，認住力神呢個名同埋封面即刻紅，千祈唔好俾啲阿姐講兩句就揀錯隔離。男士保健品只推薦力神。首先我哋要講嘅第一站就係今次新聞出事嘅元朗區。喺元朗最出名亦都係江湖傳聞中最多故事嘅，就係幾條最熱鬧嘅舊區街道。呢度主要集中喺同樂街、安寧路、谷亭街以及激陽路一帶嘅舊樓附近。喺呢幾條街，平時可能比較多啲熱情嘅姐姐喺街頭駐足，或者有啲不定期聚會嘅民生單位，一向都係相關部門重點巡查嘅地帶。老小編喺度要特別提醒各位男士，呢幾條街周圍其實都有唔少地道、食肆、小食店同埋日常民生鋪頭。如果你平時係一家大細或者帶住女朋友、老婆喺元朗揾食，行到呢幾條街嘅範圍，就要盡量兜路行或者快手過馬路。點解？因為嗰度啲姐姐有時見到男人行過，會用好熾熱或者打量嘅眼神望過嚟。如果當時你身邊有女朋友或者屋企人，你女朋友一定會用懷疑嘅眼神望住你，成個氣氛真係會1秒變到極之尷尬。而且萬一撞正，警方好似今次火石行動咁大舉封街搜查，你同女朋友企咗喺現場，分分鐘會被街坊或者執法人員誤會你係準備上去幫襯，到時真係水洗都唔清。所以帶住伴侶或者屋企人嘅話，元朗呢幾條街絕對係少去為妙。好，講完元朗，我哋即刻移師去隔壁另一個同樣好熱鬧嘅舊區荃灣區。我哋下一段即刻睇睇荃灣邊啲位置最需要注意。第二站，荃灣熱鬧舊區。講到荃灣，大家第一時間可能會諗到天橋之城，或者有好多新開嘅大型商場。但如果行到去荃灣嘅舊市中心，即係川龍街、眾安街同埋河背街一帶，呢度嘅風景就完全唔同啦。呢幾條街平時非常之熱鬧，周圍開滿晒賣餸嘅街市、凍肉鋪同埋好多老字號嘅茶餐廳。不過只要你細心留意，喺呢度一啲舊樓嘅樓梯口或者某啲特定嘅巷仔入面，平時都經常會有一班着得比較清涼、好熱情嘅姐姐企喺度。只要有單身男士行過，佢哋就會用眼神甚至係微笑同你打招呼。呢度一向都係執法部門不定期展開大搜查嘅熱點。老小編要特別提醒各位師兄，川龍街同眾安街有好多好出名嘅大排檔同小食，好多人放假都會帶住一家大細或者同女朋友一齊過嚟揾食。但是想象下，如果你同女朋友啱啱食飽飯，行下街，突然行咗入去呢幾條街比較安靜嘅段落，迎面而嚟幾位姐姐用好有心意嘅眼神望住你，你女朋友一轉頭見到你眼神閃爍，或者成條街突然間有執法人員拉起封鎖線，話要逐個排隊截查，你同女朋友企喺街頭，進退兩難。人哋放假係去拍拖，你哋就變咗喺現場睇大搜查真人 show，個場面真係幾尷尬，有幾尷尬。為咗避免無端端引起另一半嘅懷疑或者被誤會係過嚟揾姐姐聚會，男士們帶住屋企人去荃灣舊區揾食嘅時候，記住行翻去大路，呢幾條熱鬧嘅小街就快步走過啦。好，講完新界，我哋去到九龍區一個更加經典、全港聞名嘅老地方佐敦廟街。
我哋下一段即刻睇睇呢個地方有咩要注意。第3站佐敦廟街。講到廟街，一般人平時可能淨係諗到去食煲仔飯、行夜市、買下平嘢，但只要各位兄弟係老江湖，就會知道廟街其實分開幾段。如果你帶住一家大細或者女朋友行下靠近甘肅街嗰邊嘅夜市攤檔就冇問題，但如果由甘肅街一直行到去北海街或者碧街呢個區段嘅時候，成個畫面就會變得好有神秘感。呢個地段民間一向有個好有詩意嘅江湖花名叫黃色沙圈，不過為咗安全起見，我哋稱佢為風情佳麗漫步區。喺呢度，不論係日光日白定係一到夜晚，成條街嘅舊樓梯口或者店鋪門口都會企滿咗各路非常熱情、衣着相當進取嘅姐姐，甚至連警方同相關部門都經常會將呢度列為重點巡查同不定期突擊大搜查嘅核心黑點。老小編喺度真心奉勸各位單身男士或者有家室嘅師兄，如果你平時係同女朋友去廟街拍拖食飯，或者帶住小朋友嚟體驗地道文化，去到呢個特定區段，最好就立刻掉頭，或者行翻出去上海街、彌敦道大路。點解？因為呢度嘅姐姐非常之主動，有時佢哋見到有男人行過，會好熱情咁行前2步，甚至用好高頻率嘅眼神同你交流。如果你當時正係拖住女朋友隻手，你女朋友一轉頭見到對面個姐姐對住你單眼或者微笑，而你又一臉尷尬，你真係跳落黃河都洗唔清。你女朋友分分鐘會以為你平時成日瞞住佢嚟呢度打卡聚會，而且呢度因為太出名，相關部門隨時都會突然間開架小巴過嚟進行街頭大搜查，到時成條街封鎖晒，你同屋企人買下嘢，變咗現場被調查嘅一部分，個尷尬程度真係放到最大。所以行廟街記住要量力而行，行啱段落好啦。第4站觀塘。一講到觀塘，大家第一時間可能淨係諗到開源道或者充滿打工仔嘅工廠區，但其實行入去觀塘嘅舊民生住宅區，即係康寧道、物華街同埋崇仁街一帶，呢度嘅舊樓單位其實一直都有非常之熱情嘅姨姨喺呢幾條舊街嘅沿路。平時表面上係充滿咗賣生果、買日用品嘅民生攤檔，但只要你一抬頭就會見到好多舊樓梯口掛滿咗粉紅色或者五顏六色嘅招牌，有好多哈哈笑招牌嘅按摩店，亦都有好多熱情嘅姨姨企喺馬路邊樓梯口熱情招呼。由於數量太多，甚至乎影響民居生活，所以亦都一向係相關部門重點巡查同展開突擊行動嘅熱點。大佬要特別注意，觀塘康寧道一帶平時有好多街坊行街，周圍亦都有唔少小食店。如果你平時收工自己一個人喺附近路過，或者去買盒叉燒飯，行經呢幾條舊街嘅範圍，真係要快步走過。點解？因為呢度好多時會有相關部門開架小巴嚟突擊大搜查，甚至喺街頭拉起封鎖線逐個查問。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咁啱喺現場，而最慘嘅係附近可能住咗你嘅街坊、親戚，甚至係你公司嘅同事、老細，萬一咁啱俾佢哋路過，見到你企喺個突擊行動嘅現場，就算你當時真係純粹喺度等緊過馬路，或者手中拎着杯珍珠奶茶，人哋都一定會用一種好奇怪嘅眼神望住你。喺呢種地方被熟人撞到，你之後翻去工又點解釋？真係水洗唔清。所以自己一個人行過都記住要打醒12分精神。第5站旺角。一講到旺角，最出名嘅就係砵蘭街、上海街、亞皆老街同埋登打士街一帶。呢度就係全香港最經典、最老牌嘅故事重鎮。呢度嘅特色係新舊交融、龍蛇混雜，既有頂級嘅5星級酒店同商場，但一街之隔，舊樓樓上就密密麻麻開滿咗各式各樣嘅足浴店、按摩院同埋一樓一單位，喺街頭巷尾嘅便利店或者麻雀館門口。平時亦都經常會有一班着得非常時髦、各個國籍都有嘅街泥喺度不定期駐足。因為呢度嘅基數實在太大，所以一向係警方同入境處最常展開聯合突擊大搜查嘅天字第1號焦點。呢個區域最大嘅特色就係人流極度複雜。你以為自己只係普通行街，但其實呢度周圍都裝滿晒各路江湖眼線，而且執法部門嘅便衣探員同突擊小巴隨時會喺你身邊出現。如果自己一個人喺度漫無目的地行，萬一撞正突擊大搜查，成條街被即時封鎖，就算你只係路過想去食碗車仔麵，都會無端端被捲入封鎖線之內，甚至要留低身份證資料助查。喺旺角呢啲是非之地，獨自一人行經呢幾條特定舊街，真係唔好東張西望，保持清醒，快步離開先係最明智嘅做法。第6站尖沙咀。大家平時去年尖沙咀諗到嘅可能都係海港城、K11 Musea 或者廣東道嗰啲名牌旗艦店，但其實行入去一啲極具歷史嘅核心舊式商住大廈，例如彌敦道、加拿芬道或者摩地道一帶嘅大廈入面，比較出名嘅就係法利大廈。入面嘅生態完全係另一個世界。呢度最大嘅特色就係多國籍同國際化。大廈入面除咗有平價賓館、找換店之外，仲密集咗好多不同國籍、來自世界各地嘅佳麗喺度不定期進駐。由於呢度屬於傳統嘅旅遊核心區，為咗維持市容，相關部門對於呢度幾棟指標性大廈嘅巡查力度可以話是非常之頻密，經常會見到入境處同警方大舉入樓進行地毯式嘅大搜查行動。呢個區嘅特色係大廈內部結構好似迷宮一樣，
而且人流來自五湖四海。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在呢度路過，甚至純粹係想入大廈揾間平價餐廳食飯，一不留神走錯樓層，可能就會見到成條走廊都係執法人員正在進行突擊大行動。喺呢種環境入面，大廈出入口隨時會被即時封鎖，所有人都要排隊接受身份核對。如果唔想無端端被牽連入去，或者喺現場浪費時間排隊助查，行經尖沙咀呢幾棟故事豐富嘅舊式大廈時，各位男士一定要打醒精神，非必要就唔好隨便行入去啦。第7站灣仔，最後一站我哋過海嚟到灣仔。一講到灣仔，平時大家可能只會諗到會展或者返工嘅寫字樓，但只要一到夜晚，駱克道、謝斐道同埋盧押道一帶就會變成另一個世界。呢度最大嘅特色係充滿標誌性嘅歐美酒吧風情。由幾十年前開始，呢度就開滿咗各式各樣嘅酒吧同埋桌球室。平時除咗有本地人，亦都吸引咗大量外籍遊客同水兵喺度消遣。而喺呢啲喧鬧嘅酒吧街背後，唔少舊式大廈同樓上按摩院，其實一直都有好多不定期進駐嘅各國佳麗。由於呢度係港島區最出名嘅不夜天，亦係外地遊客嘅聚集地，為咗保障地區治安，執法部門一向極之重視，不時會聯同多個部門喺夜晚高調出動，封鎖整條街道或整棟大廈進行突擊大搜查。呢個區域嘅特色係夜生活節奏極快，酒精與娛樂交織，燈紅酒綠。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夜晚喺附近收工，或者純粹想行去地鐵站，一旦唔小心行錯入去呢幾條酒吧街嘅核心地段，撞正相關部門正喺度進行大規模收網行動，成條街嘅酒吧門口同大廈出入口都會被即時看管，到時全街都要配合調查。你就算只係路過，想買包煙，都會無端端被捲入封鎖圈入面，甚至要喺街頭一邊吹風一邊等候核對身份，極之長時間。所以自己一個人行經灣仔呢幾條熱鬧酒吧街嘅時候，記住要目不斜視，快步離開現場為妙。總結全港呢7個男士行街要注意嘅熱鬧舊區，由新界嘅元朗、荃灣到九龍嘅廟街、觀塘、旺角、尖沙咀，再到港島嘅灣仔，其實大家可以發現一個共通點，就係新舊交融，人流極旺。呢啲地方本身都係非常有香港特色、美食、民生、鋪頭極之集中嘅好去處。但正如老小編今日同大家拆解，因為呢啲舊區嘅大廈結構比較繁複，江湖故事亦都特別多，所以往往會成為相關部門不定期展開突擊大搜查嘅焦點地帶。對於各位純情只想安分守己嘅男士嚟講，我哋日常行經呢啲地方，最緊要就係保持4個字：精明清醒。行街揾食、收工路過都好，最緊要目不斜視。見到一啲燈光太過神秘，或者街頭氣氛有少少微妙嘅特定巷仔同舊樓梯口，就盡量兜路行或者快步走過。萬一遠遠見到有執法人員開始拉起封鎖線，或者有突擊行動嘅小巴停喺度，更加唔好貪得意留在現場做圍觀群眾睇熱鬧，即刻轉身行翻出去，咁樣先可以最有效率地避免無辜被捲入其中，亦都唔會浪費自己寶貴嘅時間去配合核對身份。唔知道各位大佬你哋平日揾食又會唔會經常路過呢幾個地區呢？今日呢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哋仲有一個老假期會員頻道，製作咗一系列唔方便公開嘅資訊清單，想知邊間福古溝按得到位，4間值得去嘅港式菜意店，珠海 Top 3值得去嘅名單，羅湖福田 Top 10水匯名單，仲有邊幾間水匯可以大堂放煙花，可以加入會員頻道，只係一個 locker 仔嘅小費或者一餐宵夜嘅價錢，就可以換一個唔套氣嘅週末，避開啲錢陷阱，絕對抵翻。祝大家出入平安，行街玩得開心又精明，我哋下集見，拜拜。